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月23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是初二，祝大家健康平安，事事拢顺心。接下咱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有寒流来，过到了后会愈来愈寒，青山山区可能会落雪，提醒民众都要注意温度的变化。今仔日车流量比昨天大，有的所在会塞到半暝。中部地区到中昼已经有25件交通的事故。提醒民众赛车都要注意安全。过年有真侪人出国佚佗，汤姆旅馆的生意嘛下叫，汤姆过年食的年菜销路嘛有够好。今仔日早起的天气甲昨天比起来是天差地，因为有寒流要来啊。过到了后就会愈来愈寒，青山山区可能会落雪，提醒民众都要注意温度的变化。另外，国公局预告，今仔日的车流量会比初一较大，有的所在甚至塞车会塞到半暝。目前到中昼为止，国道1号已经有12件交通事故，也那国道3号嘛有13件，提醒民众赛车都要注意安全。初二透早，台北已经有袂少民众穿长靴啊，甲初一好天气无同。初二早起有较凉，云也较高，因为风冰灯影响台湾，寒流也就要来。气象局表示，初二暗会愈来愈寒，初三的温度也会继续降。初二到初四，北部东半部也会落雨。另外，北部东北部2000公尺以上高山，中部东部3000公尺以上高山有机会落雪。最低温会出现在初3的晚上到初4的清晨这段时间，北部、东北部的低温大概在7到8度左右，中南部的低温大概8到10度左右，花东的低温大概10到11度之间。整个近山区的平地和沿海工商地区的平地会低到2度左右。为高速公路局看落去，国道1号的车流袂少，高公局估计初二的车流会达到138万车公里。各地南下的车流估计中昼时了后才会较零。国道5号要到下晡5点。高速公路局也估计今仔日下晡刚到暗时会有上百的车阵。像是国一北向的苗栗至湖口，以及国3北向的关西到大溪，在下午3点以后都会有北返的车流，并持续到晚上8点、9点后才会逐渐疏解。另外，国5北向的车多部分则预计会持续到半夜12点。国1北向的西螺到埔盐系统，以及国3北向的竹山至中心、草屯至雾峰，以及苑里到香山，国6的西向的旧镇至雾峰系统，都在下午3点以后会有北返的车潮。高速公路局建议，驶长途的民众会使以台61替代国1甲国3，台9替代国5，台63替代国6，等路线避免塞车。短途的民众会使加使用省道甲县道，避免上国道。记者郭伟、谢桂林台北报道。昨天初一是真好天，真侪民众拢出门行春。伫石门水库一天是约入来超过5000车厝的旅客，是平常时的3倍，塞车是塞甲真厉害。也若今仔日到目前为止，石门水库迄带车流也仍算好走。民众用手机翕车条，登录路亲像一条灯笼同款。整个初一石门水库有进入超过5000车厝的游客，差不多是平常时假日车辆数的3倍。雨水库园区为早起塞到暗时，民众行春拢无兴趣，怨声连连。长官，台3乙是不是塞车？出不去？都塞，已经塞了5个钟头了呢。将过初二透早，石门水库工作人员也拢真紧张，拢准备好啊。好佳在无出现初一的车潮，交通真顺利。北区水资源局研判应该是受传统风向初二等外头吹影响，管理单位也继续监控相关路况，那车流增加就会加强管制。交通都非常顺利，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拥塞。对，然后这边也没有太多游客，对，就是感觉风景很好。对，天气也很好，很舒服。初一的一个大塞车，那有2个原因，除了民众没有缴费之外，就是周边的一个道路拥塞的情况。那如果管制民众进园，所以变成回转，那可能动线的部分会比较混乱。目前并没有规划说要做这样的一个措施。北水桥表示，初一园区大塞车主要是赏梅花季加上大溪附近的老街、中正吊桥、调整池加山地湖生态园区这个热门景点，吸引真侪人，造成周边的道路塞车。建议民众先交钱，或者是利用电子票证来交钱，而且会优先为中线管制站出园，减少塞车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
伫高雄的内门，逐年的初二拢会办倒，而且是办甲100外倒遐尔济。不过受到疫情的影响，停办2年了后，即嘛总算是恢复啊。今年因办350块倒，真紧就拢互注文了了。也若伫5家的龙兴宫是办100外倒，嘛是同款，生意是呛滚。总铺透早就无用试试，现场是真闹热。大油店内面烧滚滚，指甲胖胖酥酥的鸡肉片起来真香，边仔大红色的大白虾是办倒菜拢会有的好料，已经煮熟摆盘，各干贝、龙胆是板顶顶的好料，准备上倒。高雄在地30多年老经验的总铺师，带领10多名工作人员，一早起就真无闲。7、8个啊，7、8个，还有那个工人嘛要几10个啊，还有那个小姐服务的小姐。今年我们网上一公布秒杀。所以今年一共有91桌，啊，那因为这个也是方便我们所有的信众哈，方便我们这一些我们在地的这一些女儿们哈，初二回娘家，顺便来到我们庙里这里走走。将近100桌椅桌摆伫庙埕内面，埕桌民众嘛提早来关心座位。高雄5家良心宫办的回去后头厝食办桌的活动，每一桌有12路菜，7000块。受到疫情影响，已经停办2档，今年只公布1天就被抢定了。都唔免洗碗，唔免款菜，很方便，大家就可以不用那个。就可以出来聚一聚啦，比在家里好。另外，被叫做总铺师故乡的高雄内门，正月初一当后头厝办倒团圆，已经有几60档的历史。今年嘛恢复举办，由4名的总铺师联手，伫南海基德市头前的广场，总共有350桌，每一桌10路菜，用在地新鲜的食材料理，互民众团圆，更会当享受到故乡的好滋味。记者李秀文、民调馆高雄报道。伫过年前，中华鹿港有一间专门饲鹌鹑的所在，是常常一天死2000外只。昨昏经过家畜卫生试验所的检验，确认是去喂到新型的 H5N1 亚型高病原性禽流感的病毒。中华管府先甲6万外只先处理掉，嘛赶紧甲4颗粒总消毒。防疫人员真细腻将着病烟鹑为鸟笼内抓出来。中华鹿港一位烟鹑场，这个月18号通报动物防疫所，烟鹑有异常死亡的情形。经过采样送家畜卫生试验所来检验，22号确定感染新型 H5N1 亚型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而且完成扑杀。异常的死亡，那一天大概2000多只哈，那它的症状大概有下痢，还有精神不佳，它是一个 H5N1 的这个亚型的禽流感高病原禽流感病毒。中华管府总共扑杀65186只，也对烟鹑场周边展开消毒的工作，以减少环境中的病原。东方所表示，中华饲烟鹑的业者总共有22场，大约102万只。这个扑杀的数量并未影响到整体市场伤大。不过，中华民国烟鹑协会理事长罗武龙认为，今年寒天禽流感疫情真严重，政府应该提高警觉。死亡率就像感染新冠肺炎一样，感染到马上就死掉。政府没有去做那个疫苗这一块啊，他们说效益不高。东方所提醒，若是有家禽饮水的量、食量，或者是产蛋率下降超过5%，也是看起来面肿肿、眼皮出血、脚骨的部位充血，或者是不明原因大量死亡等等可疑的案例，就应该主动通报，确保整体产业的安全。记者中华报道。咱的副总统赖清德本身对棒球就真有兴趣。前日啊，伊甲前棒球选手郭宏志做去台南的北河国小看校棒队的练习，除了甲这球员做伙训练，分享棒球甲生活点点滴滴，嘛当做食台南特色的好料理。赖清德还佫有传盘手送互这的古水的球员，祝因新年快乐。大谷翔平有出一本书，他会讲到我。哦，是，所以他就是我是他的偶像，是啊，但还没出版呢，等出版我再，他还在写当中，他好像会请我写序。副总统赖清德甲前伫美国棒球选手郭宏志有讲有笑，场面真轻松。农历春节进前，2个人去台南北河国小看北河校棒队的训练。垫脚尖。郭宏志带小棒球员进行热身加平时的手臂训练，赖清德是找时间一直甲郭宏志请教持球加四棒线的直球顶投球方式，也佫直接落场甲郭宏志传接球。我没想到我当捕手可以接郭宏志投手的球。耶！
哦，球是跟控球并存的男人呢。罗清德针对热身甲运动伤害这个相关知识，向郭宏志请教。各甲小球员讲家己的一阵啊棒球经验，郭宏志是以家己的经验勉励球员。参加这个县里面的比赛，第一场就输掉了。少棒的棒球经验大概只有30秒就讲完了。遇到一些挫折，我觉得是好事，因为我们遇到挫折，我们就会想办法去找出方法去克服它，不要害怕犯错，因为每一次犯错，像我们刚才讲的，都是经验的累积。练球散了后，罗清德送学校球具，大家搁做伙去教室用午餐。到尾分送小福袋啊，期待新的一年会当有一个美好的开始。祝大家新年快乐！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看政治的消息。新北市长侯友宜今仔日是继续去庙林拜拜行程，也那前台北市长郭文哲嘛是同款。目前郭文哲是已经表态，2024年也出来选总统。也那去互问到讲郭台铭嘛要出来选，是交予新民来做决定。郭文哲是回应讲，迄是因为已经互问甲先来讲法。来新北三定堡的五个王庙向主神神农大帝敬拜。正月初2，新北市长侯友宜持续供庙的参香行程，各发福袋啊予民众。因为侯友宜互人当作是那赢2024总统大位的热门人选，媒体持续问伊，什么时阵要甲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见面？侯友宜并无正面回应。不过媒体问伊对郭文哲做真心话测试，认为家己做代志上认真，所妨颠倒这个看法。侯友宜颠倒认为郭文哲其实做代志真认真。其实每个人做代志的风格都无同款啦。柯市长其实也是蛮认真的，所以他被电击表示那个电击器不太准确。同款是竞选2024总统大位热门人选的前台北市长郭文哲，正月初2是甲前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等人到北投的干豆宫参香发福袋啊。对于郭台铭和新民做决定是不是参选这个讲法，郭文哲认为这应该是伊和媒体问甲真烦才有的讲法。没有啊，他只是怎么看的？没有什么怎么看的，他这只是一个。有时候被人记者问得很烦的一个推辞吧。对于是不是支持郭台铭参选，郭文哲表示，想要选就选，无什么唔好，也是伊是不是有可能瓜三配。郭文哲坦白讲，合作是一定有合作，只是看是什么款的合作。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国际消息，伫维罗梅迄一天，加州传出一件枪击案，有一个查甫人伫咧加州的一间舞蹈教室开枪了后，全安尼做伊逃走。造成10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目前警方伫咧一只白色的车内底有发现这个嫌犯，不过伊是已经死亡啊。那伊犯案的动机可能是感情的纠纷。三台警方战车包围一台白色小车，提前的特警组警力慢慢挖进，伫讲破车窗确认情形了后，进入车内。加州警方了后证实，伫车内发现10个人已经死亡。伊就是伫维罗梅犯下加州蒙特瑞公园市舞蹈教室枪击案的72岁嫌犯。警方进前已经公布伊相片。Earlier today, the sheriff's homicide investigators, working alongside all of our law enforcement partners, were able to confirm the identity of the male inside the white cargo van as the suspect in the mass shooting that we had in Monterey Park. 警方表示，现场嫌犯的遗体有枪击孔，检判是自尽身亡。伫维罗梅迄一天暗时10点左右，嫌犯提前进入叫做宝生的舞蹈教室开枪，迄时阵有人看到民众拼命走出来，还佫叽叽叫。然后警方伫现场发现10人遗体，另外还佫有10人受伤送医。嫌犯犯案了后逃走，几点钟了后，警方伫南边的托兰斯发现嫌犯驶白色小车。原本外界咧要挟之下无差别的整组受痕枪击，不过警方深入调查了后发现，可能是翁某感情纠纷引起的犯罪事件。It's not hate crime. I believe it's domestic violence. The party last night invited the wife go, the husband not be invited.
蒙特瑞高峰市伫洛杉矶市区南边13公里的所在，早期有真侪台湾移民来遮，一向互人叫做小台北。伫遮挂迎接兔年的红色旗啊，伫枪击案发生了后，路口互提前的警力包围，民众也议论纷纷。This has been a safe neighborhood for them to walk around and have community, historic Taiwanese Chinese community. So to see this happen in this place is shattering. 警方目前在调查嫌犯的犯案动机。洛杉矶警方也成立临时辅导中心，提供受害民众甲家属必要的咨商心理服务。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再来，咱来看有关太空科技发展的消息。中国探索月球的工程内底的玉兔2号，日以为月球甲上新的影片传回来地球。即嘛，中国探索月球的技术是哪来哪发展？其他的国家嘛拢真注意。美国 NASA 署长就捌警告，中国若是大声一步登陆月球，可能会小想要控制遐的资源，互月球变作是中国的地盘。乌白相片看起来点点拢无人。旧历兔年，中国探月工程当中，2018年发射玉兔2号月球车，日以传回上新的地貌影像。用自己的导航相机获得了前方的位置以后，我们要进行一个地形的恢复和分析，才能决定它往哪走。它有20到30度爬坡能力，月亮的土壤比较松散，不会因这种极端的状况去行走的。月球地表的影像看得真清楚，中国航天局指出，会针对影像资讯对玉兔2号搁一摆下达新的任务，来得到更加侪科学数据，同时也继续推进探月工程。中国一直就太空梦，其他国家唔敢放轻松。美国 NASA 署长尼尔森伫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真侪摆强调美中电月竞赛愈来愈厉害，那中国抢先电月，北京当局有可能用科技名义，是要控制月球资源丰富地区，将美国排除，甚至有可能互月球加做中国地盘。Golden age of space exploration. So much to look forward to in 23. 在2021年的点点滴滴，美国 NASA 伫1月初发布2023年度展望，佮指出未来还佫卫星航空，还佫继续推动阿提米斯2号顶计划，暗示美国的航空甲太空领域发展，拢有佫较侪可能性。Now we're going to reach out to the unreachable stars. 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新正是疫情解封了后，头一个春节假期，有不少民众拢烧钱要出国佚佗。中央航空甲华航的机票平均是卖出去超过8成，这嘛连带互通物旅馆的生意嘛下叫。春节特殊放行才推出2天尔，都全部拢互注文了了。也那通物过年食的年菜嘛是销路有够好。恭喜发财！恭喜发财！红包拿来！含主人锁定拜年，就算无伫咧同一个所在，嘛敢若伫眼前。迎接解封了后第一个过年，航空商雄表示讲，会当感受到国人是足想要较紧报复性的出国。中营含华航平均的订位率拢超过8成，但是返乡过年是出门佚佗，无一定会当带厝的狗仔猫仔，若无放心放因伫厝，通物旅馆会较紧张。我们推出大概2天。就预约满了。解封以后，大家都已经订好机票，而且天数也比较长，那比疫情前成长50%以上。一个真喜气的礼物，通物美用过年的感觉是真高。过年就爱送肉干、红包，佮带一个过年主题的美辣房间，一推出就注文满啊！迎接兔年，这真侪某个囡仔嘛做伙过年。根据台湾经济研究院的推估，国内宠物食品的市场规模2021是超过台票200亿，产值超过50亿，宠物年菜嘛当年热销。规定啊，高丽菜含鸡胸肉切落脆，放入鼎来炒。听无要食的香港讲的意大利羹面就完成啊！若想要搁较有过年的感觉，就会当用鸡肉做底来做一只套啊。主人若想要家己伫厝替宠物来做菜，总无使嘛提醒注意一寡食物件的禁忌，水果类的食材尽量是配含籽拢剔掉。比较特别就是像我们平常看到的番茄，那其实它的皮对肠胃比较敏感，狗狗或者猫咪的话会比较容易拉肚子。
另外，亲像巧克力都是有可可碱含咖啡因，会伤害猫仔、狗仔造成亏险。另外，亲像葱头、葱啊含酸钠食的，可能互痛母、骨吐、骨老。另外，无煮熟的卵含果核类嘛，拢要避免。过年含有毛的囡仔做伙围炉，加注意就较免烦恼。记者综合报道。在过年期间，大家若是清囤了后，有的家具若已经伤旧啊，就会单掉。最近家具这类的废弃物数量是逐年在增加，敢若有较少会当修理的，搁再使用。即马政府甲民间合作，推广以租代买，希望当减少产生这类的废弃物。因为它是夹板的，它很薄，所以我们就会把它的那个木板加厚，活动脚力再钉上去。伫台中市环保局的宝芝林家具再生中心，似乎是无用在征收民众氮气送的家具，但是最近5年来，台湾每一年平均产生10万公吨的废弃家具，其中修理好佮使用的比例干那3%，原因之一就是无耐用的塑家具愈来愈多。传统的原木它是由一个非常长的纤维下去做一个组成，所以它有一个很好的支撑力。那像这一种立板，它是用一粒一粒跟胶水去连接起来，并没有很长的纤维去支撑它的受力，所以它很容易断。搬厝的时阵无法度提走嘛，有可能是家具防氮气烧的原因。新北市社会主体有推出做家具的服务，目前有8户有用，大部分是外地来这读册的少年人。大家都知道，这个搬家其实最痛苦的就是这个家具的运送。那他们可能父母上也有帮忙去讨论选择，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套装的模式很适合他们的小朋友。台电的员工餐厅去年开始嘛，使用组内的桌啊、和椅啊，和马灯比起来，会当减大约20公吨的碳排，因为用组代替马，会互厂商较想要使用较耐用的产品。这样方式就是台电先使用一次，厂商回收之后呢，他再做第2次的再利用，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这样方式可以创造它。我们讲的所谓第2次的生命价值。目前用组代替卖，干那少数的企业是自发性的去做。民间团体建议讲，政府应该比较家电和家具制作业者回收的责任。如果说生产者有这个回收的责任的话，他在选材的时候，他就可能会使用比较耐用的材质。那消费者的责任呢，去选中古也是耐用的家具，拢会使替减少废弃物尽一份力。记者综合报道。做布袋戏真出名的吴良园蒋中剧团，因的团长毋但是布袋戏做了真出色，伊即嘛伫咧台南的东山买土地开家己民宿，结合布袋戏的特色是真受欢迎，带大家做伙来看卖。东京的天后，人称虎林天下，万高的杀人魔。布袋戏台顶的顶是足侪色，光是佫真水，佮配布袋戏特别的配音，这场表演，互观众是看甲真享受。伫台前配音的李兆贤，毋但是吴良园蒋中剧团的团长，嘛是东山吴良园家比民宿的头家。布袋戏民宿合作会是真受欢迎。平常就只是想说，应该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布娃娃的话，就是我们就是这样子玩，就是有点不太一样啊。我们5年级的话，对布袋戏本来就比较有这种感觉。然后看到他们在演布袋戏的话，又想说，刚好有这个机会，然后又想到我们之前小时候的那种感觉，对，而且他那个技巧，不会像我们一般想的那么简单。阮咧人这个红海时阵布袋戏。嘿，你唔知未看到我的头有无？63年厝的李兆贤搬布袋戏真认真，原来李兆贤的爸爸李庆良，就是布袋戏大师傅黄海大的徒弟，这个技艺就安尼一路延续到来。更多人去了解到布袋戏里面的细腻度，跟它里面很多的技巧性，而非你们现在在一般看到的庙会一些的演出，而且还有就是有这个距离感。你来这里之后，你可以很近距离的去摸到它，去感受它。过去伫农业时代，布袋戏是迄当阵上重要的娱乐，但是科技的时代来啊，布袋戏嘛需要传承。20多年前，伊和因老爸来到台南的东山，就爱到遮的好山好水，嘛伫遮开一间家己民宿，而且佫加入布袋戏，毋但搬布袋戏互人去看，讲布袋戏的历史，嘛教人去安怎来耍布袋戏。喝咖啡的这群人好多，其实都是没有接触到布袋戏。我要的就是这些人。因为这些人根本不懂布袋戏，那你就是要让他们从无到有去解释给他们听，让他们重新认识布袋戏，这其实就是一个传承。
过去爸爸搬布袋戏来饲规家伙仔，即马你就嫌无卖记这个根本，甲布袋戏发扬光大，推销观光来介绍在地的历史，们也拍出民俗嘅招牌和特色，嘛互布袋戏继续传承。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下半晡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1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6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4度。咱来看大岛地区，上低10度，上悬20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今仔日是初二，祝福大家健康平安顺遂。寒流要来啊，大家都要穿好少。我是丹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